地鐵2號線大劇院站。地鐵海山站。A2 出口經香徑南街轉入香徑西街。右前方係鹽田區圖書館。見到鹽田區人民醫院，左轉入去梧桐路。過咗醫院之後，右手邊就會見到碧桐道登山口。碧桐道登山口。個保安員好負責任，登山嘅人都問佢哋有冇打火機。沒有，不抽煙。深圳嘅登山徑都起得好好，90% 都有樓梯，但係對徒步人士就麻麻地啦。前面啲樓梯開始高㗎啦。沿住條路直上就係唔同，唔使驚蕩失路。呢啲冇咁嚇人啊嘛，呢啲咁嘅路。一陣你就知。喂，嘉明嗰啲有冇呢啲咁多 function 啊？行到嚟呢度開始有霧啦。啲霧越嚟越大。差唔多行2個鐘咯喎。係啊，真係要5個鐘嘅啫嘛。梗係啦。不過一陣落山會快啲嘅。揀碧桐道做起點嘅人唔係好多，唔驚塞人。
还有多少米啊？再拼一下，这大石头拼起来。我怎么知道他？他说拉皮我们给他，他跟我说拉皮怎么会哎呀，那边不去领导没都在镜头下我们没。没事没事，有就行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有病这个。不会拍照，照到了哦。这样搞了几百。一个多小时。反正我们是12点钟。走过一条。来就来了，不去山顶。又来。还真那一点点嘞。他好看吗？是的。他做事如果这么辛苦，他妈没1000块钱钱我都不给他干。得嗎？定。哇！有大平台添，原來有唔係啊？就到就到。嚟到呢度海拔928米，抬頭抬頭。嚟到呢度差唔多係唔同山最高嘅地方。呢度海拔934米。呢度係天池，係咪誇張咗啲呢？他没有说哪里真正的。快射啊！就这个东西啊。大唔同，鵬城第一峰，海拔944米。遠睇似石頭，近睇似咩呢？可以呀，剛好找個那個平台在那裡，好吧？對，因為我就喜歡。呢度有啊。空曠了。好漢坡，如果你可以喺下邊一條氣行到上嚟，你真係一條好漢。
見到有義工執垃圾，而且係年青人。他那个鞋子太滑了。我待会儿。要不现在有点我要不我手真啊！好漢坡風景台，問人工智能，原來呢幾個字係蕭峰攬雲。十里杜鹃喺依度開始。十里杜鹃，如果跑都要跑個幾鐘頭先睇晒。蝴蝶谷。萬花瓶。
小唔同。靈魂島你把 APS 做出来。我爸说一会再走了。深圳電視塔。倚天徑。燈雲道。到唔到啊？到啊！好到啊！白所地区，共享森林美景，严防森林火灾。这也是，下面也是汽车运路，红就是刚才那个。林区，禁止一切有人入伙，不准携带火种枪。直去係仙湖植物園，左轉離開。走。燈雲道登山口。跟住半山路走400米係蓮塘地鐵站。